Ina, mandiyan saan? Kailangan,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 Ina, 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买的主语有什么？ Benali. 对，比如说 Benali ta an masu brin. Benali 也是一样啊，安马里是 brin 也是一样这样。那你最近有买一个什么你很满意的东西吗？没有呢，如意，如意啊，香香的如对哦意。我知道了，分享一个你是我想不们到呢，这个也没什么，没关系，你先想，分享一个我们最近买过满意的东西。我可以先讲我的，好，比如说，好，我的那个很严重诶，但是我很满意了，但我很满意，不是是很贵吗？对，我怕你那会骂。我先讲讲看，反正听众看不到你拿的表情。对，我最近买了一个，应该要用母语哦。Vanilla and 那 Vanilla， 哦，对，我已经买了嘛哦。对那 Vanilla and 香水，哦，沙鲁鲁没事，香水有但沙鲁鲁就是香水，是哦，香水是沙鲁鲁，就是很香啊，对。香水没有想过香水有母语，香水沙鲁鲁，沙鲁鲁，这个是我们香水台湾语吗还？是外？那Vanilla都是沙鲁鲁。难道以前我们就在擦香水？明星花露水吧？哇，沙鲁鲁那也是因为你平常都是靠近人家，哇，那很香，沙鲁鲁顺着，哎，那Vanilla的手里都是不对沙鲁鲁，吧？就是这样。你要拿掉口罩，其实它上来太呛有没有？是，因为都会这样，有很多那个，而且很多的香味嘛。其实沙鲁鲁我们就是香味，是会很香，就是像香水类似的那样子。哦但是不是说只一个，就是很香的东西都是沙鲁鲁。哦，还好我有讲的，有学到了，对，我没有听过。那我来个男的，那你要帮我翻，我再重新念一次。就是刚刚怎么讲了？我还没买到我想买的，但我有好多我想买的。怎么说在饶舌？这个是要用母语的话，就要放过来。Sebenarnya tahu beli那哇，ini beli， 对，我还没买到。Sebenarnya nan mana？ 沙布里，就是你没有指定是什么东西啊，对对对就是 Sebenarnya nan mana？ 但我还是有好多想要买的。Kita ini beli， 就是你还没买啊，我还没买，对。好，那你根本想花钱而已哦。因为我就是还没想到我想买什么，对，还没想到，但是一想到要买什么。到了那个店就好多想要买的。我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状况就是比弗里的人哦。对，本来他想要买很多东西，但是还没有没有好吗？你不里就是还没想到，还没去想到这个问题，也没想到他要买什么。花钱不好，除非你很有钱。对，所以我们可以劝他说买比弗里，买呀，那我要比弗里。然后那我要比弗里，那我要不要想买就买什么的意思。对，你不要乱买啊，意思就是那我要比弗里，努把那身段我的是不里用啊。如果你想到你要买的东西，你就再买这样子。比你不里是什么？努把那身段是不里用。你说的那个比弗里，那比弗里就是不要乱买。比你不里。比弗那里哦，比弗那里哦，它是放在中间哦，对，比弗那里是那里，买呀，比弗那里，对，就不要乱买东西，然后要比弗里，哦，不要乱买东西。不嘛弄，弄把那身段。如果你是很有钱的，你就是那样子。你说是白是不了啊了。你没有，你要当那个妈妈，我想买那不用嘛，去，走，没有问题。就像刚才妈说不来的时候呢，他ajaman那里多沙鲁鲁，你看那个香水，沙鲁鲁嘛，古里姆也是香水，是可以乳液，也是。古里姆就是乳液，不是古里姆是面霜啊，面霜啊，对。
到哪里了？不，那妈，你还没有讲你要买什么啊？你讲了吗？有吗？你最近有买到喜欢的吗？对，我刚刚去讲了，那阿加曼，我就是早上有去买啊。哦，如意哦。那确定是你要的？对，阿加曼那边呢，Ipakuku那边那边那里，是沙鲁鲁嘛，古里姆，就是古里姆对。那如果说你确定你要买这个吗？巴罗鲁的分类深度数，就是确定吗？巴罗是那里分类度数，巴罗是独立分类深度数，巴罗的是独立分类深度数，这样子。你真的要？你确定你真的要买这个吗？啊，可是你已经买回来了，结果我刚刚看到就觉得，哦，为什么你要买这个？那怎么说？啊，不是那分类度数，带错。那是。Aku benar suntuk susah. 你又没有在用？有保养了。Aku benar suntuk susah. Ini asusi kau mana? Tiada asusi ni beli. Mana ni是买给我还是买给谁这样？你后面怎么讲？你后面是说什么？Manu di sushi beli。你要买给谁的？迪玛苏西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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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苏西布里，好，好难哦。哥哥，马诺的布布，马诺的在哪？哦，所以我要回答的时候会变成乌西尼布里，对，乌西布里在谁这样吗？乌西尼布里，在伊娜在布布这样。你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乌西尼布里在伊娜。也可以讲是乌西尼布里在伊娜。西尼布里在伊娜在布布，也可以这样，这个是一个缩短。所以它有改变呢。对啊，乌西尼布里问的时候，西布里这个，然后回答说西尼布里，乌西尼布里就是这个通常都是在讲的，简短的乌西尼布里，就是我要买给他，乌西尼布里就是我买给我的什么这样。迪玛乌里苏西布里，乌西尼了，买了。乌西尼布里在伊娜，所以有改变哦，回答说。现在在伊娜在阿妈在布布这样啊，就是你不要把那个长辈讲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对。反正就是在后面是人嘛，加一个在人这样子。对。啊，我们问多少钱的时候，通常会说比达数嘛。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因为比达是多少嘛，如果要问说这个价格，比达数是你不理。比较白说是西尼布里，比较白说哦，没有在用瓦布里安吗？瓦布里安，价格瓦布里是你要买的地方，你买的900啊，就是900的意思，对，瓦布里安是那个900啊，价钱是那个比达，就是要算多少，比达是西尼布里这样吗？比达组，对，比达组是零量，你全部买多少？全部多少？那么浪费钱哦。等一下，把账号背尾。对啊，但我忘记。难道你很有钱吗？这样子？马都不拜岁叔叔的，马都不拜叔叔。我怎么讲？ini 是啦，ini 那么就这样子，ini 这个很便宜，这样，ini 嘛，9是便宜，9是便宜，ini 嘛9来做西布里这样，因为这个很便宜我才买这样。马扎纳是贵，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因为我们很穷嘛。对，我们就会很常讲。马扎纳古里姆，马扎纳古里姆本来是人家那么不理，这个是古里姆很贵，所以我买不起，这个意思。买不起怎么讲？对，呀，那么不理，因为马扎纳，呀，那么。呀，那么不理，马扎纳这样。就是买得起的意思嘛？因为它很贵啊，它不是那么贵，买不起。这样，因为他会联想到，太贵了嘛，他会问你是太贵了吗？表示那么贵，这叫做无谓这样。lu beli tadi lu ada kasut一尺是？就是短裤的。对啊，你很爱买短裤。
舒服啊，我都在哪里买？对，可以啊。你都在哪里买短裤？网络啊。啊，是哦。你不买实体的？有时网络不喜欢逛街。哦。比那湾的那东啊，文联这样也是有的说法。你帮我买呢？文联那个这样。对，是文联什么？文联那个文联那个。你帮我买那个。因为你已经跟他讲要买什么帮。如果你要现场的话，维也纳多如果衣服，大桌大，然后维也纳这样。维也纳呢就是战场，那里还没有的话，维也纳就是还没有出发，因为他不要跟嘛，所以对。然后我是告诉你说，你要出发的时候记得帮我买，这样。对，8张啊，就是这样，维也纳记得是8.9这样。记得维也纳维也是指在现场的买给我这样吗？现场的话，维也纳多说就是这样。然后你还没有去，你没有要去啊，他们就说8张啊，维也纳多那就指明是什么东西了。好。假如说到了，然后说哇，我很喜欢这个呢，可是我没有钱。不是你没有跟啊，因为那个说法是你没有，可是换了一个情境啊。他说我们到了。你可以帮我买这个吗？你要怎么回答？对啊，马卡蒂斯那边那里讲的都如啊，这样子啊，就是可以帮我买吗？这件适合我吗？这样子哦。巴盖曼那就是你先试穿。对。巴盖曼那是制作者是叫不了啊，就是这样。不了。那巴盖嘛，就是你先试穿，适合你的话，你就可以买。又有新的词了，叫不了。对啊，叫不了。先试穿，我们再买这样。对，意思说叫不了啊，那是比如他有试穿嘛，对，就是刚好他够的话，我就叫不了啊，就是我们就买了，这样就买这一件。他一定是要指衣服吗？不一定啊，所以我没有指明啊，我没有指明衣服啊，所以叫不了啊，抓裤子还是一动还是什么都有，看你手上拿什么。那将来是一叫不了啊，这样。如果你有看到喜欢，你就买。不是，如果你喜欢，我们就买。我们就买哦。这句话不好。如果你喜欢，我就买给你。就动听了。没有更完整的应该说，你喜欢，我就用我的钱买给你。要这么明确，要提醒他，是我的钱，你的钱。那将来说呢，不是哎呀，都白数，你说白数，你说念的白数，这不了啊，这。所以也可以讲，如果你喜欢就努将来孙，努将来孙，不是不了那孙这样，就是我来帮你买。不是不了那孙，不是不了那。那将来孙，不是不了那孙，不是不了那孙。对，听众朋友学会了吗？要常对我讲哦，就许愿。他跟不了哪里不一样？不一样。将来孙大，马上孙大我讲，不是不了那孙。知道了吗？乌西布利亚那孙，有再讲一次哦，真心咯。要买给我，通常都会有这个。我是真心的，巴鲁达恩，巴鲁达恩这样子吗？对，我是真心的。不一样。可是这个我们都是在讲买嘛，换一个角度，像我，比如说我试了这个，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蛮喜欢的。你可以卖给我吗？卖。因为有的时候不是那个已经把球蒙了。sejak lepas Januari Pavilion Pavilion 就是Pavilion 卖给我。Pavilion 就是将来都说一栋 Pavilion Januari 你卖给我。买呀 Pavilion 大咖哩 Pavilion Januari 就不要卖给人家，卖给我。买呀 Pavilion 大咖哩 Pavilion Januari 就是怕说人家会买走的，就一直在那边讲，买不大概里面一定是我要买的是，我可以付多一点，对，不然他讲了你就白输，你就我有钱了，就白输，你说我有钱了，然后你真的有遇到那种客人吗？太喜欢，然后就在南海就有，以前在南海就有，他一直在那边看那个衣服，把这说怎么，
那从来都说买包不被大家来咖喱吃，你要不要卖给人家哦？这样买包被大家来咖喱被，结果有人喜欢，他就买被人家买走。老板还是要出于赚钱的，哎，当然啦，有在部落就有这样子的，他一定要的像包包这样很多人，然后包被大家来咖喱被无聊网哈，就是不要卖给人家，我能买了，所以他如果说指定。啊，我要白手，先给你100块，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在做定金吗？你看我们多要到说定金哦，定金100块。有人就是在部落就有这样啊，100，有啊，但是他是100块、50块，我还是收啊，定金50也收，定金啊。因为我不喜欢拿带，不是，他真的也不会在乎那50哦。对啊，不要拿那么多，不要拿那么多，那我要把料当把了。不要拿那么多，因为对，因为你拿那么多话，他要给你的时候，你上这里很少了，就是不想卖给他。哦，所以我都是这样。好，没关系，因为他确定我那里怎么。所以对啊，不要下次来的时候就拿的比较少了，我看了会心痛，那种衣服那么好看呢，这个。啊，你有拒绝过人家吗？可能因为有的是定，不要卖给你。我没有，或是他真的不适合的时候，一定要是交给的时候。我是。我没有拒绝过呢。我是人家家里真的送抓来，那就不行。那在私底下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我不想卖给他呢。你知道怎么讲？我不想卖给他呢。我要那是巴布里加马酒，你有听到了吗？哦，谁？那是巴布里加马酒。阿盖，又是阿盖。我就跟你讲，那是巴布里加马酒，就是有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习惯啊。你还没付钱，要怎么跟他讲？你说巴菲特白手嘞，800，你还没有给我钱。你说800。他们这个老人家很亲切的，你还没有给我钱呢。他讲说碰到很凶的呢。懂。因为跟老人家交谈本来就是要温柔一点。卖出去叫巴布里达啊，对后就是舞啊，阿玛都有去，他做的原住民的衣服，是被巴布里。是被巴布里嘛就到马里那边来了，就是另外的部落这样。巴布里就是他把衣服卖出去的。那哪里？我想到有一个情形我很常被人家，也不是说我很常听到人家会问，就是他们要买那个背心啊，或是买那个这个之类的饰品，然后他们就会说哪里有在卖，他可能到部落里，他就会问说，你知道哪里有在卖吗？这样。Saya mana public berita pinawana na itong yang public berita 这样。Saya mana public berita pinawana na itong。所以像我喜欢喝饮料，就会问人家说，Izai Noa public berita 饮料。Izai Noan。Izai Noan。Izai Noan na public berita pinawana na itong 这样。Izai Noan。是哪个地方？是住哪里？这样就是那，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就不知道。以前那属于量，就是你在哪里买的。西在乱，西在乱那属于量，就是你在哪里买的。在什么地方？对啊，对，你在什么地方？西在乱那属于量。西在乱也是一样，就是从哪里？西在乱那属于量是。你从哪里买的东西？这个东西这样，你在乱也可以，直接收的呢。你在乱做，你在乱那是分两做，就是这样。可是老人家听得懂，就说是在乱，就是从哪里买的东西。是在乱，是在乱。回答呢？我就是问人家。是在就阿拉就是我从那个南尾村买的，就是这样。嘛是在就阿拉就vin量，嘛是在就阿拉就vin量，在南河村那边买的。
啊，什么商店？部落时尚杂货店。耶，会了，会了。对，你不要多学我们的技巧好不好？这哪里买的？哪里买的？会怕。怎么还是车祸？开会笑哦，在剪接的时候，他会很想参加，他会想笑，他不会忘记的。妈妈，这段话呢，然后呢，又离题。这样广告打完了吗？还有什么？每次都是离题的时候最精彩。啊，如果是股票呢？股票就是中文就没关系啊。对啊，所以也是用 Vanilla 嘛，对不对？对，也是算。卖呢？卖巴布里。巴布里，我刚刚卖出去了一个股票，叫巴布里安去做股票，所以你要我白输。因为我刚卖这个股票，所以我很多钱在试过。所以听懂了吗？都是一样的意思。叫巴布里奥的台积电，赶快买。实际说法呢？可是现在跌很重呢，我就讨论时事。那个关税啊，你知道川普吧？啊，真的。可是也有人讲说，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呢。你是说好时机怎么说 ？Good timing。那我个 chance。英文叫温年好时期，温年是温年就是天气好天气，时机。温年不是午夜哦，温年不一定，温年是一个机会，一个今天哦，就是很好的天气，很好的天气也是天气不可泄露，时间呐，是很好的时间。现在卖出的股票是这个时候的时间最好。用温年哦。那我个 timing， 对啊，比较准确。对 timing， 听起来又很像主语。晚上是个什么叫？温年就是这个时间呐。应该这样子。那我这讲也是，那我这讲这讲是时间。如果说今天是个时间，我就写这讲。实际的话就是这个时间了嘛，一样。所以这那我都在温年。就是今天最好的时机去卖那个股票的。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 ，Maavali， 买得起，放得下，买得起。还有 Bavali 卖， Bavali 我记得这个比较简单的 Bavali， 还有 Bivernelli， 这是我刚刚一直念错的 Bivernelli， 又错了 Bivernelli， 看着也错。Venli。没有 Verlin， 不是令 Verlin， Shiveli 就是你要买。Dima Uri Su Shiveli， 你要买给谁？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的叫什么了？不是不了啊，阿叔，记得买给我，是吗？买给我，买给我。不是不了阿叔。会啊。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你们知道那个香水要多少钱吗？多少？9000。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不要录了，已经那么不渣男。